政室係做咗一個院裝嘅，屋企人度過落都掛咗啲壁畫咧，去令到成個屋企更加有呢個質感咯。超級大平層嘅優點就係生活空間相當之闊落，甚至可以做到呢個平時喺洋房先至會見到嘅 family room 家庭廳，就喺呢個空間度一齊欣賞自己最中意嘅電影啦。5間套房，每一間套房都空間寬敞，去做到3邊落床，同埋每一間套房咧都係有自己嘅一個衛浴噶。家人唔多嘅話咧，就可以將最後嘅呢一間嘅套房自己改造成一個嘅品酒區或者娛樂室，靈活咁樣去打造屬於你嘅一個快樂天地。再帶大家睇下呢一度靚到痹嘅主人套房，裝晒唔同嘅功能區域。未入去寢室之前咧，先會係一個屬於主人嘅專屬嘅閱讀室。呢一邊兩邊係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，就算有再多衣物都唔怕冇地方收納。主人臥室空間寬敞，做到3邊落床。呢一邊係寢區，後面仲有一個休憩地方，變呢一個咁開揚舒心嘅一個西舊環境。左面係5星級嘅衛浴，右面咧係另外一個衣帽間。暴風位於西寶山嘅寶山道，揸車去中環大約都係2首歌嘅時間。另外，佢亦都係鄰近住呢個香港大學，仲有呢一個11視學嘅靚校網，同埋中山區嘅中國校網，可以為你嘅小朋友提供翻相當之優越嘅呢個教育資源。而家成個校網只剩翻最有2名嘅幸運兒，其中一個又會唔會係你呢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關於樓盤嘅詳情，同埋過嚟預約參觀嘅話咧，可以去翻我嘅主頁度加翻我一個聯絡方法。咁我今日介紹嚟到呢一度啦，下次繼續帶大家參觀香港嘅靚屋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